年头旧年尾，送走着虎仔年，迎接着兔仔年的到来。也毋过来看这个国家越南，伫个街路边，伫个年货大街，四界所看到的，哪会拢是猫，毋是兔仔咧？原来哦，华人的兔仔年到越南这个国家变做猫仔年。咱的12生肖是鼠牛虎兔，越南是鼠牛虎猫。咱过兔仔年，越南是过猫仔年。为什么会安尼咧？来看这个报道，咱讲互你知。有鸟和兔。兔仔若跳去越南会变安怎？鼠、牛、虎、猫年，我们越南没有兔子，猫咪，兔是猫的。哦，真的啊？我们那边是猫的，不是兔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来看过年进前的越南，车路拢是猫仔，百货公司头前嘛是猫仔，兔仔拢互猫落，唔知走对倒位去。即马来看台湾。钱兔属金，风兔大典，今年拢总是兔仔做王。你是来这里才知道这是兔子吗？对对对，你从小在那边都觉得是猫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那边是，日历上面也是一只猫啊。哦，也是一只猫，不是兔。哦，然后来这边就我会跟我先生挣扎很久。因为我说它是猫，然后你先生说，我先生说兔。安怎伫越南兔年是猫年？有人讲因为12地支主跳寅卯的卯中文念起来像猫仔，所以有猫年。嘛有人讲因为越南天气真热，猫仔特别多，若无猫年讲袂过。甚至是因为当初12生肖比赛大会，鸟市挑工袂叫猫仔起床参加比赛。你不是亲口答应叫醒我的吗？所以要互猫仔掠鸟鼠，一米克一米。伫越南猫年，大家上爱收到这个礼物。我会送啥给你？我送一只金色的猫给你啊！哦，金色的猫，是叫啥猫的那一种。想无想要爱招财进宝，你想要想兔还是想猫仔？大家应该拢想要想招财猫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